画室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，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，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途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，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，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，灵山如来尽关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为闻真经说因由，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，佛经说破朦胧云，止于至善离苦轮，二六十手一，武器朝元一骑飞，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安，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，受师点化脱苦知，学至中庸病，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成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象灾，善智慧朗朗，立身行道内外公，理正市民天下通，古今谁无错，过误但改入善科，科成过后苦海逃，士农及公甲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，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，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世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，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，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，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，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，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，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，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，真经广布十方界，
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10叩首，1叩再叩，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3000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活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运出，消灾解除大道尊。修身化劫，化世立功勋。88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。德泽群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普渡三朝开妙玄。应身下凡施天然，中土有缘分，继往开来万八春。白杨逢运道现存，青红运已隐，阳光普照道德扬。万邦咸养运大同，家家佛光照。灵山如来净观照，无师指点路一条。千经万典有，未闻真经说因由。有缘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杨运。佛经说破朦胧云，止于至善离苦轮。26首一，武器朝元一骑飞。莲花座上会丹池，尊者本罗汉。丈六金身照世间，济人醒世归依安。心明善男女，经文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知，学至中庸病。心诚把经奉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运开泰万象灾，赞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公，理正事民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，过误但改入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，士农及工甲。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。消灾
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孽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世安宁，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，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康，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，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亡化念，亡灵得超生；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；若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；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耳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布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古佛10叩首。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
方列先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同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亡两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朝明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岛，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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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点传师还有诗婷浅显各位浅显那后学的导读到
这里为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君瑞前贤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旅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哦。晚安。晚安，点传师晚安，组长晚安，很热血的前线晚安，感恩，护前人慈悲，很热血的前线晚安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。